寻常的媒材，施以不凡的呈现，来增进生活情趣，这正是设计的真谛。今天要介绍一个来自于台南的文创设计品牌线加工 Pando， 看设计师如何将一个生活最常见的水杯，透过纱线来展现缤纷的样貌。新加工创办人叶浩宇从小家中经营纱线零售生意，曾经伴随成长的一卷卷纱线，也是他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符号。小时候我们家有非常多的，像我们不止卖线，我们家还有卖纽扣啊、织带啊，然后还有一些造型的一些扣件或是仪表。然后小时候，其实对我来说那些都是玩具，我就拿来玩啊。然后我觉得这是让我开始对于自己去，我就有那些东西的刺激。我觉得一直让我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状况，对。然后家里有很多线，很多颜色其实也影响我如何对于色彩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有影响到后来我慢慢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样。曾经台南是成衣加工的大本营，纱线是成衣加工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成衣业全盛时期，纱线生意跟着水涨船高。此时随着成衣业出走外移，纱线生意也随之走下坡。生长其中的叶浩宇萌生起股改造纱线的使命感，要以纱线为元素，让台南的成衣故事有着不一样的样貌。从小在这边长大，我其实对台南是一个很深的情感，尤其我真觉得台南还是一个最棒的地方，所以我就很想要为台南做些事。后来因缘际会，我在我离职的时候，我的以前的公司在每年都有举办一个设计展，我就透过了设计展后，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像我可以把我自己家里的一些这样的素材去带到我的作品上。以前在70年代之后啊，台湾的纺织工业是开始往下掉，但是这个东西曾经是在尤其在南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所以几乎我们那一代啊，很多家家户户全部都是成衣相关的，所以在从小到大是一个历经一个转变，我都可以看到我们如何从真的生意好到一路到不好这件事，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这个对于台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何去加到我的设计里面，如何去告诉大家有这一段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很像可以透过线这个我每天都在看的素材，去创造我想要做的东西，这样，对，所以这算是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契机。喜爱设计的叶浩宇毕业于高雄师范大学工业设计系，2014年参加设计展，而当时的主题建本便是关注回到旧工艺的设计初心。他才惊觉地发现，原来创作的元素一直都在身边，也就是家中的纱线，因此决定尝试使用纱线来进行创作。最早的话，它是一系列的容器的作品。那时候，因为一开始我参加展览的时候，那个概念是，我想要跟大家讲成衣加工的这个兴衰的事情，以及我如何透过设计的方式，我自己重新制作后，让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赋予它一个主题是一个再生的议题，所以我找了一些不管是旧的容器，包括像金门高粱的瓶子。然后像龟甲万那个酵母瓶的瓶子，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会拿来装一些酱料。如果我们去外面买什么豆瓣酱啊，或什么，它都有那种樱瓜都有那种瓶子嘛。我就去找了几个，我觉得在记忆中对我来说是我们大家随处可见的，是我们会有共鸣的。
的造型的瓶子，以及一些我个人觉得很漂亮的瓶子去做。然后它到时候就会一个是它是从旧的瓶子，它会透过我的加工的方式去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而新的瓶子是我觉得好看的瓶子，它可能透过我的加工方式之后，它要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当初是想要从我想要讲这段例子去衍生出一个新的东西的概念，去转换到这个产品身上。对，然后这个之后也透过这个产品之后，我也从中去延伸开始做了这个杯子，更进一步的去让它变成可以食用的杯子。过去用于缝制成衣，色彩斑斓的纱线，叶浩宇把它用在为器物包覆。透明冰冷的玻璃水杯捆上纱线，多了色彩，也多了温度，仿佛也有了情感。在做这个杯子的时候，我是有一台机器的，那个机器其实是我家里一个老旧的机器，但它其实原本不是在做卷线这件事，它其实是在把一些绳子啊，还有一些蕾丝啊，去把它卷成一捆一捆的。对，因为我们家以前会帮客人去染蕾丝跟绳子那些染色的。然后我小时候我们其实都在玩那一台机器，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在把杯子去缠上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对杯子本身这个东西去做了一个后加工，去让它成为一个新的杯子，让它的功能更为强化。比如说，在我的造型上，它可能是除了是一个美观之外，我也希望它可以帮助使用的人可以比较好握取，甚至是有隔热状的效果。所以这是当初我叫线加工这个原因。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在英文名字的部分，很少，真的我后来发现很少人问我英文名字这部分。因为那个英文名字叫 Pundle， P-U-N-N-D-L-E， 它其实是我想要把台语跟英文这个事情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名称。Pundle 它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字叫 bundle，B-U-N-D-L-E， 它是指绷的意思，绑的意思。然后当初我们家在卷那个机器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动作我们叫胖，就是在绕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很像可以把这件事情结合起来。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影响到我应该说我觉得很棒是，后来我有接触过非常多的国际设计师，他们对于这个名字念起来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们最后久而久之，他们都说哦我就是 Pundle guy， 或者是说哦 that's your Pundle， 就是我作品，他说我作品就是叫 Pundle 这样，后来就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全世界来讲，我没有，应该说很多人在做线的创作，可是应该没有真正的一个是真正把它导入到像实用的生活产品，可能有灯罩啦，我知道有灯罩，但是很像真正完整投入在以线去做产品的话，有可能我是少数的那一个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当初我就是想要给他赋予一个我觉得有点重的一个名字一个词，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在用线来做这件事情。玻璃它比较滑，所以就是在最底层我让它是固定之后，后面因为这个我用的是伸缩线，所以它其实会比较紧。所以当杯子破的时候，中间那一段其实线会把它缩到包住。对，所以它会用这种线而且其实线是有厚度的，所以当你两条线中间又插第三个再凹槽的话，它其实就有牵制的作用。对。透过家中早期捆织带的手动机具，
将各色纱线捆织在水杯、花瓶、酱油瓶等寻常生活器皿上，一层一层聚精会神地缠绕着。因为要是你停留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它就越积越多嘛。所以要是我想要让它，比如说一开始我也想要让它里面比较稀疏，在上第2层的时候让它上满，在你从内层往里面看的时候，里面就会有颜色透出来。所以像接下来我要做造型，那要做造型的话，我就要特别去留意，比如说哪边我要让它线比较多，那我就要去控制，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我就是要很专注的去看。还有像在边边的时候，我要如何让边是比较平整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滑动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又往外面多了一些，那你要如何让它齐这样？然后每个线弹出来，它都有自己的特性。然后我是觉得这个线它比较做出来的质感是我想要的，而且它比较怎么讲，在整个制作完之后，它其实这个过程中它比较好控制，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之后还要后加工，要上一些胶或什么，可能其他的线它沾了那些胶之后，它会产生一些白白的棉絮或什么之类，那可能就不是我要的感觉。线加工胖头的作品，初期以生活器物、水杯和花器为主，透过缤纷的色彩，缠绕出不同的纹路，简单大方，不失原本的实用性，也增添了生活美学。这个杯子，它这个系列叫线水杯，然后我有分一些不同的款式。线水杯它其实当初在做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的参加了展览，然后有容器的作品后衍生出来的。然后这是代表了我一开始我的在做的创作概念，我是很想去融入就是日常，所以我选择一个我觉得杯子是个很日常的东西，这是我选品相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希望透过线它在缠绕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纹路，就像这个好了，它上面这个有一个的纹路。然后这个纹路呢，它其实不只是造型之外，它可以还帮助你，让你方便手握。对，这是当初这系列的作品，我最想要赋予它的就是透过造型去创造功能。因为其实在设计界有一个名词叫做 form follow function， 就是形随于能。所以我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一直想这件事来做，但是蛮多人大部分都是觉得我应该是以做造型美观为主这样，但是我的出发点跟在想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想的这样。花器设计上则赋予在地情感，以台南的凤凰花和黄色风铃木设计出邂逅府城系列的凤红描金版和净白黄铃版2款，也是深富意涵的文创设计。如今正迈入创业第4年，他将设计的重心从线水杯的创作走向缠花这个传统工艺，同样要透过线的缠绕创作来传递情感。缠花这部分的话，我目前其实在做的就是耳环，它最近已经在卖了，然后但最近开始会在筹备比较完整的包装，然后它的名字叫16岁。这个其实是含苞玫瑰，它是就是玫瑰，但是我是做它比较包起来的。对，会讲做16岁的原因是，我是想到就是我们台南做16岁这个习俗嘛，对。因为其实16岁是我们台南一个成年礼，然后那个其实也是象征我觉得是好，以女生来讲好，是一个女孩要进入到成为一个女人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我们代表一个年轻就是少女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初会选要做一个含苞玫瑰的意涵，就是因为含苞玫瑰的花语就是美丽跟青春，所以我希望女生大家都很爱漂亮嘛，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带一个东西，让大家觉得说哦，我只是带了就可以很年轻、很漂亮的东西。
而且长花本身它其实我们传统是拿来婚嫁用，但它其实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带有一个祝福的，它只是想要传递的是祝福。包括我们其实，在有些地方丧礼也可以用，它其实就是希望我已经给你这个，你可以带了好福气可以回家，就像有点像领红包那种感觉这样。所以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系列。除了手作品外，叶浩宇透过设计把纱线变得有生命，去创作更多的新东西，像是在台湾设计展与宠物用品业者合作，为宠物玩偶穿上华丽的线装，利用纱线为民宿设计主题客房，也为饭店设计最独特的伴手礼。透过不同形式的创作，发掘出更多不同线材质的可能性。然而，创立文创品牌，行销通路总是困扰着艺术创作者。叶浩宇一边接受客制化的案子，为案主现加工各种商品，一边是他自行开发的设计品，在网络平台贩售。看准了国际交流与人脉管道，也积极地参与国内外产品设计展，与各界设计师对话，丰富了作品，也拓展了人脉。所以在去年我也去学了长花，传统这个长花，我今年的其实希望除了它原本是饰品这个形态之外，我希望可以第一个如何把这个事情做更现代化一点，如何客制化一点，然后第二我想要做更跨领域的创作，去把它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在以现阶段整个世界趋势来讲，我们任何的行业其实任何的领域都是跨领域在合作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机会这样把线这个材质，或是我说长花这个东西的文化，我们去跨领域做更多不同的可能，那它就不会只局限于单一的生活用品或是其他类的东西这样。这是我也希望可以透过创作这一部分去展现我对于我自己的对任何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其实创作这件事情有趣的就是你会越挖自己越来越深，你会越来越了解你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是一个创作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程这样。创作让他更认识自己，纱线也联系起家人的感情。在创业的过程中，家人是永远的帮手，为叶浩宇详细解说各种纱线的功能特性，更帮他寻找稀奇古怪的线种。所以创业这条路上，家人总是给最大的资源。虽然至今父母亲对于他的未来前景还是无法放心。家里可以支援你的、支持你的，就是在背后作为一个推手。如果之后要讲老实话的话，当时我看的是真的是看不到未来，真的，因为像文创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种产业。像我们以前一路做生意的话，就是一步一步的踏上来嘛。以前的产业生产环境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它现在因为已经生产，它变成网络在行销。那我们以前是因为通讯不方便，交通不方便，什么都不方便，你只有靠着你那个头脑的变化，还有你的那个行动力，你的勤劳，这样就有生意做了。那它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这一套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不行。所以说当初他也有跟我聊过，他入这个行业的话，他是不要多久时间？那你就按照你的兴趣去走，人生嘛，人活着，按照你的兴趣去走，不要去说有一片那个空白的话，总是要有一些彩色的，你要去走的话，才不会人生才不会空白。我是觉得他如果觉得不到了那个5年了，在那个门槛，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就自己拿捏了，因为他也很辛苦啊，而且很执着在做，很辛苦。在读书的时候，他就非常要求自己啊，有某些方面的话，他也是非常的坚持总是每一个当父母的人，都是希望说，一定要先把身体弄好，你才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常常提醒他，就是说，你再忙，身体你如果没有好的身体，你往后那些计划那个是空谈。
啊，所以说你再忙再怎么样，你一定要有时候要停下脚步来休息，想一下，把你的头脑再整理再清晰一下。哦，这个是好像是说我们也说你有时候你在走的人生脚步，有时候你是要停顿，想，听听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感谢这整个家族的人啊，我当然特别是我爸妈，给我非常多的资助以及支持。我觉得重点是支持的因为我蛮幸运的，不是很多家庭的父母都可以理解一个小朋友去做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所以算是蛮幸运、蛮开明，可以当我父亲可以让我支持去做我现在做的事。虽然我还是要跟他不断的沟通，需要一直把他当股东一样，要去跟他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啊，然后怎样，但是我觉得最幸运的就是家族的支持，而且当然不止我家人，整个家族后面的里面所有人，对，全部都很支持我在做这些事情。有了家人的支持，让叶浩宇更有信心的往创作的路继续前进。对于未来，他也有更大、更多的梦想要去实践。致力于想要把传统东西如何去创新，因为我在我的理解里，应该说在我的想法里，我觉得一个东西它要被保留，它必须在不同时代必须要有它自己的面貌，这样的话才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去迎合那个时代的人，让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去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就有意愿想要去了解它。所以我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个长画的创作就是我把它结合到动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跨了非常多，但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是动画我们就觉得很有趣，我就会想要看。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让人会去想要去欣然接受这件事。然后在今年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创作，现在正在进行。就是在今年我要进行一个是跟我的很多朋友们一起合作，然后我要把传达会这个东西去结合到布袋戏里面。对，然后这次的话，因为我也是想要把它做多一点，是我觉得必须要跨领域啦，我觉得要跨领域做才可以做新的东西。然后我想要有趣一点，所以我也去找了我的一个荷兰设计师的朋友，他会负责做布袋戏偶的部分，他本身就是做偶的人，对。然后还有一些我认识的舞台设计师，然后还有台南现在就是古都木偶剧团，他们是一个非常团长很年轻，然后他也非常有想法的人，然后还有很厉害的编剧。那我就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也要用安平追想曲这个很台南的这个歌曲的故事，去把它转成一个新的形态的剧本。对，我希望我觉得要做这样的东西，才可以让这个工艺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可以被接受，以及让人家觉得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停留在一个阶段的工艺，它是一个可以继续往下走的事情的。